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今朝早紐西蘭央行將佢哋嘅利率由2.25厘減咗1/4，去到2厘嘅水平。紐西蘭央行希望藉住今次嘅減息動作，可以刺激翻紐西蘭嘅經濟啦，提振翻佢哋嘅通脹，同埋撳低翻紐西蘭元嘅匯率價格。不過短期間做唔做到仲係言之尚早啦。但係紐西蘭元今朝喺佢哋有呢個減息動作之後呢，反而係有翻一個攀升嘅走勢，仲彈翻到上去舊年5月份以嚟一個嘅高位水平。主要就係因為大家都一來已經消化咗紐西蘭央行今次係有減息嘅動作啦，二來就算減咗息，但係紐西蘭個利率仍然係2厘嘅水平，都係一個高利率嘅一個嘅利息收入。相比起一啲國家嘅國債講緊已經係負嘅孳息率回報嘅時候咧，紐元呢一個買入紐元收呢一個2厘嘅息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唔錯嘅回報嚟嘅噃。不過由於紐西蘭央行都表明態度，佢哋希望可以撳低翻紐西蘭元嗰個嘅匯價嘅時候咧，紐元再上升嘅空間未必會好大啦。相反地，當大家消化完紐西蘭央行今次嘅減息動作，其實都係一個鴿派嘅動作嚇，未必可以啦，靠住今次減1/4咧，可以提振到佢哋嘅經濟同埋通脹等等嘅時候咧，大家就將會對紐西蘭元咧有啲失望嘅時候咧，就會係反手有翻一個沽售紐元嘅動作。咁因此咧，紐元短期間如果有機會彈翻上去貼住0.7400呢一個水平咧，適宜喺呢一個價位上邊部署翻淡倉盤，睇淡一線，睇淡到去0.7050呢一個嘅水平嘅。因此啦，短期間紐元嗰個範圍走勢應該會介乎喺0.7050至到0.7400呢一個範圍走動嘅。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